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开始寒流来，明仔载到拜一透早上寒，台南以北气温上低，剩9度。民众提案一礼拜上班4天，休3天，劳动部正式回应现阶段也无适合。国防部表示，美国针对3项军事案正式提供法计书草案，呼吁立法院紧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今日开始寒流来，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下升感觉冷，明仔载到甲拜一透早上寒。台南以北气温上低剩9度，空旷所在会愈冻。也因为这回水气有够，对明仔载开始，北部1000公尺以上的这个高山有机会来落雪。台北市交通局就宣布讲，会按照落雪雪山的位置甲范围，也有车流的状况落去春秋，分阶段交通管制。大台北早起天气侪云，这是规日温度上悬的时阵，拜六起寒流落南，气温一落处，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天气首先转冷，到礼拜日寒流影响全台，各地天气非常的寒冷。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提醒这波寒流是今年以来上强，影响的时间也会较久。明天晚上到周一清晨，相对而言是这波寒流温度最低的时候。到时候在台南以北、东半部地区的低温可能只有8到10度，局部地区温度可能在低一些，6到7到8度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基隆北向花到大台北自拜六早起起，已经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拜六下半日一直到礼拜日，拢会是水汽偏济的天气形态。到后礼拜三，也会有方面破水冷空气通过这方面，阁会有雨。到时冷空气强度是伫东北季风甲冷气团之间大气合接之处。礼拜日起是寒流温度甲水汽搭配好势，台北市大屯山顶有机会落雪。至少也有秋刮，还是冰沙巴，草山局部地区也有雨插到冰沙巴的可能。几率大概是20-30%吧，下雪的话，那结雾凇的几率大概很高，山上应该还是会有白色的固态降水可以看。北市交通局因应用路人可能上山作雪，强调大道会机动配合落雪状况实施春秋管制。一旦启动李子坪往左航站方向实施管制，无挂线的车辆会坑离。雪用了后，以道路实际状况开放管制路段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讲一礼拜上班4天，休3天。第三，劳动部正式回应。劳动部讲考虑到劳工的收入、甲产业的调整，也有整体经济运作，即卖也无适合，无法度全面推动讲一礼拜休3天，会成一礼拜休2天，也即个工时落去春秋来符合劳工的需求。多年来，政府透过法令修订甲政策引导，想要降低劳工工时。不过，2024年台湾劳工年平均工时2030点钟，是全世界排名第5悬，亚洲第2悬，只输新加坡。愈来愈侪劳工重视工作甲生活平衡。去年有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推动4日工作制，逐礼拜上4天班，放假3日，也就是逐礼拜休3日，引起讨论。之前的工作都是远端工作，所以都是在国外。所以大家都是在家工作，所以基本上你的工作只要能够 A 有达到的话，我觉得4天其实都没有问题。我觉得不太可能，你现在劳工都请不到啊。一礼拜休3日提案，去年10月成案，劳动部以社区展面相看，定延到今年2月初7进前回应。2月初6，劳动部正式回应，爱考量劳工收入、产业特性、服务模式、人力调度甲整体经济运作，建议现阶段爱先落实一礼拜休2日，推动劳雇双方协商实施，会当符合劳工需求的工作春秋化措施。高雄科大法律系副教授刘敏清认为，工时设计本质上偏向雇主。就算法律定定上低标准，劳资实力无对等，无一定会当落实。那工作量无减少，可能上班4日拢在加班。所以有没有可能，它其实不是工时的问题，是工作量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就是我觉得它可以谈，它也可以抛出议题来说，但是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制度，它需要很多的思考啦。刘敏清认为，法律会当定出标准，要不过社会无强设基础，产业结构甲劳资性质无到位，法律可能未熟设计，甚至造成反效果。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议会发生第一宗汉他病毒死亡案例，鸟鼠有那病毒，这个鸟鼠的问题是引起关注。也最近呢，有民众伫咧屏东一大菜市啊，看到讲有一阵鸟鼠去到肉店加猪肉，也这猪肉是互鸟鼠加过，也是继续卖。针对这件代志哦，屏东卫生局表示讲会派人去稽查。鸟鼠爬上猪肉档，同齐客档顶的猪肉，看到民众就有面翕落来，抱上网，佮表示后厝也佮看到头家将这块肉吊起来卖，互网友一直讲真冰白。哎呀，超恶的！其他的档仔也感觉画面真恐怖，互看到猪肉档位伫屏东某一个果菜市场外围，到现场观察4个月环境部分粪扫直接就放伫路上，记者佮开始看到鸟鼠伫档位下面活动。啊，我逐天嘛长头发咧。洗了大头壳大大的，最大大的洗洗。团商表示，三把厂商拢是透早来，直接将肉放伫档顶。来做研究进前准备的时，并无看到鸟鼠啊。对此，果菜市场表示，市场有做定期清消，也会劝导团商注意卫生。卫生局回应会派人去稽查。如违规事实明确，依同法第44条规定，命业者限期改正。借机不改正，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老鼠身上有带着，例如我们常见的，包括一些病毒，像汉他病毒，然后细菌的话，包括我们的钩端螺旋体菌，还有什么金黄色跑酒菌、大肠杆菌、萨蒙氏杆菌，这些都有。台北议会才发生汉他病毒死亡案例，各地侪稳定公共空间发现鸟鼠啊。医师表示，鸟鼠身上可能带有汉他病毒，也是高端螺旋体菌等多种病菌。那边就发现肉片和鸟鼠客，上好是单条卖食，以免造成食物中毒等食安记录。记者综合报道。也今仔早起差不多7点，台中大雅中清路4段火烧厝，有一个64岁阿伯掉伫内底。加在有去互消防人员救出来送病院治疗，也初步了解，这个阿伯呢是家己一个人住，那像讲是用火无注意，才会引起火灾。民家厝2楼清楚后，因消防人员到场了后，赶紧入去厝内搜救。初次早起7点左右，台中大雅区中清路4段这栋透天厝突然清楚火烟，消防人员赶紧出动28名人力到场救援。迄当时一名64岁老大人受困伫2楼，救援人员会负将伊救出来，好佳在只有砸着伤，送医的时生命很相稳定。双人搬运法把他搬下来，好，那该名患者意识清楚啊，但是肢体无力啊。到化火烧厝，甲阮叫啊，阮到落来。恁隔壁拢是偌济个啦？一个多一个。当地是联动的透天厝，消防人员用大约半点火钟将火拍花，好佳在无摊烧。确实导火原因也爱毁掉进一步的赔偿。附近居民讲，老大人独居几啊年，之前也有发生过用电锅无细力造成导火，想袂到这摆佫发生意外。消防团体表示，独居长者往往因为智力也是体能退化，造成真侪生活风险。其中以用电用火无细力，佮跋倒上电看。常年下来，他们就觉得以前都没事啊。所以你这样跟我讲，我怎么可能？我已经活70、80年了，怎么可能觉得会有事情？就是觉得说这样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也不需要去做怎样的调整。然后再就是身体的退化，因为那个刚刚说那个人体火气这件事情，其实长辈他们记忆力不好的时候，真的会很容易是忘记自己正在煮东西。杨淑贤表示，除了定期访视，也会请其他无带做伙家己加强注意独居长辈情况，来做异地宣导甲提醒之外，客家加装助警器，也是防范意外发生的方式。面对寒流特别来，行政院也表示已经整合部会资源应变，包括严防农渔航海甲独居老人，参加有启动低温关怀机制，希望将影响甲意外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颁布的国防特别条例，去互马北第10摆动落来。国防部表示讲，美国针对其中3项军售案，已经正式向咱提供法计书草案，这个效期是到今年的3月15。好有立法院就要赶紧来审查这个国防特别预算。要针对这件代志呢，民众党表示讲哦，这品项其实民众党的版本，拢已经包括在内，立出来是行政院家己。也分享讲，国民党嘛要摕家己的版本。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强调讲，立法院爱做的代志，就是好好审查预算，监督执政。
行政院办1.25条国防特别条例第一立法院10摆被动内无法度进入审查定数。国防部昨日发布新闻稿表示，美国就特别预算内底拖出飞弹小买标称反价飞弹小买 M109A7 自走炮顶3项军事员已经正式向咱提供法技术草案，有效期限到今年3月15。不过，今嘛今日民众党团版本复会，国防部各向立法院发声，应对当前严峻的敌情威胁，目前特别条例草案已送交立法院，但尚未复委审议。国防部将向美方积极争取展延发价书签署效期，避免因未于时限内签署导致全案取消。那些品项也都在台湾民众党所提出的军购特别条例当中。那这就是台湾民众党我们所展现出来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民众党讲拖延是行政院，国民党立委李干就表示，行政1.25条军购特别条例去年12月加上立法院，就算在野党无hiệu困侵查，也绝对过不去。国防部当初跟美方签订3项军购，在发价书草案完全不给自己任何缓冲的时间，这根本就是傲慢在先，请了在后，还陷美方于不义。国防部应该尽快的跟美方争取展延发价书签署的时效，包括目前武器交货延宕的状况，也应该一并积极争取。况且国民党内的建议家己的版本，不过行度甲时间甲民众党版本有落差。党籍立委透露，议员咧慎重考虑，希望透过党中央地区的合作，不过立下提醒立法院的职责是监督执政，不是编列预算。没有能力、没有专业，也没有宪法的赋权，可以来编列预算采购武器，这不是立法院应当做的事。立法院就好好审查预算，监督执政。国民党的军购条例，我实在也不敢期待。民进党立委陈冠廷强调，立法技术过期失效，咱要重新搁要爱行规套行政程序，上年做单位计算延迟，好调遐地性会期开议了后，用国家安全为主，赶紧完成实地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讲，动脑筋，送病院开刀，今麦也住伫咧加护病房。总统热清着早暗，有去病院甲看，也医生着提醒，讲今麦天咧寒，即个温差是真大，慢性病患者是脑中风的高风险族群，咱民众一定爱注意身体。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伫新冠疫情期间，担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负责边境检疫甲跨部会联络，别列会议防疫5月天成员之一。不过，杀传出车衫暗时，伊自餐结束，雄雄脑出血，紧急送医救治，2摆开刀，目前还搁伫加护病房观察。总统热清地7日暗时也去病院探视，医师表示8日寒流来，气温雄降降低，会互血管缩起来，血压升悬，发生脑中风的风险也提高。有3高的朋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种血管品质本来就不好的，好，那其实那个出门或者说在聚餐的时候就更加的小心。医师指出，脑中风分做2种，常常看到是欠血性脑中风，也就是俗称的脑梗瘫，主要是脑部血管塌掉咧，造成血栓素害死。然后伫发病3点钟内接受血栓溶解剂治疗，对体管康复机会减少病危。另外一种出血性的脑中风俗称脑充血，因为大脑血管破气出血，就算治疗1个月内死亡率有60%，死亡率5到6成啊。那可以说，几乎是90%、95%以上，这个陈宗彦之后应该都会留下一些神经学的后遗症，包括瘫痪，甚至是植物人的机会都非常的高。技术提醒预防脑中风的关键在控制3关加健康生活，包含戒烟戒酒、饮食爱平均加规律运动。若发现身躯边的亲友雄雄2边面皮动起平，双手压关了，其中一只手无力推落去，讲话无清楚、无完整，就要赶紧记录发病时间，马上送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就能降低脑中风了后身体严重的程度。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想要伫戒龄人的控制权，这引起议论。也为着要加强甲戒龄人的关系，提升北极事务的参与度，加拿大甲法国伫戒龄人的首都努克设领事馆，和这外界就解脱啊，安尼做是向川普明确表态因支持单位。
加拿大总统西蒙、外交部长阿兰德甲格陵兰驻地政府外交部长莫茨菲尔特接着共同参加加拿大驻努克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但被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原本也要参加，不过因飞行机故障无法度赶到会。So wonderful to see you all here for the formal opening of the Canadian consulate in Nuuk, Greenland. Let's just raise our hands and clap for this day. 加拿大政府重新审视拍摄外交政策的时阵，2024年初就计划要伫格陵兰岛设馆，原本按算2025年底开幕，因为天气无好，延长到即马。加拿大北边极宽地带努纳乌特首府伊奎特离努克干来1点钟的航程，两地因纽特人有密切连结。1982年来，第一位访问格陵兰的加国总督西蒙到因纽特会统。法国也伫这一日设领事馆，是第一个伫岛上设馆的欧盟国家。在当地敢若有6个法国公民。总领事普瓦里耶指出，伊任务是听当地人的想法，佮促进甲法国的合作。La première des choses auprès des Groenlandais est d'abord de les écouter, de les entendre, de les laisser nous expliquer en profondeur leur position et de notre côté de leur confirmer notre soutien à leur côté autant que eux et la partie danoise le souhaitent. 直接进前，加拿大、冰岛、美国两个国家伫努克提供正式的领事服务。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快转来到咱台湾，新竹渔港新直销中心进前哦，因为新冠疫情也有欠工的问题，这个工程呢，规个也是1200单外，今仔日总算开幕。改名号做德丰渔市，也新竹市府有办活动，要来支持反那饼消费。头早呢，就吸引真济民众行脚到来买海鲜。来寿司米啊，来看一下破切的。头家大声叫卖，5万起人客赶紧来买。新竹南寮渔港直销中心新起工程，进前受到疫情甲欠工影响，这次工程1200单外，8日早起开幕对外开放。卖海鲜的头家甲民众拢讲，等这工有影等足久啊。等真久，还不错啦。反正做到倒位就是该到倒位啊。啊，疫情生意有影响啊？有啊，那无影响，咱无拢无卖啊，大家拢嘛无法度啦。环境啊，即马比进前安尼加足舒适的。新竹市府把举办庆祝活动，民众只要用100块，就当换200块的加倍券，会使伫现场用来买海鲜，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在地渔民打商。新竹渔港直销中心嘛正式改名，叫做德丰渔市。拿100块现金可以换我们200块的消费券，为期51天，每天都有在渔港来发放一个消费券。这个南寮整个我们打造成一个休息的观光区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新的渔市拢总有86个单啊，各14间提供民众现场用餐的空间。市府指出，渔市正式启用，未来继续向观光休闲方向发展规划。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要要过年啊！台东家护中心今日是去到台东森林公园来办义卖，希望募款帮助弱势家庭。虽然讲天气不好，也是有不少民众去甲支持。这次早起，台东家护中心伫台东森林公园举办的日款爱市集伫风雨中开幕。人潮受影响，不过也是陆续有民众冒着雨来自助买义卖品，摊商也会将一日义卖所值捐出来做爱心。做爱心啊！对，就不管多少，有多有少，能尽一些心力是最好的。台东家护中心表示，当年中心爱募款约2000万，资助2700多名台东弱势低小家庭度过难关。也不过去年就半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影响，企业捐款减少3成左右。到后半年才勉强补足，今年就半年才拄开始家护中心的拍拼办活动募款，尤其过年特别到啊，希望予弱势家庭会当过好年。我上半年是很紧张的，就是希望那个募款的状况可以顺利一点，这样子可以稳健一点。这场义卖活动有部分的摊商专程为花莲甲屏东县赶来参与，也发生捐出二手物品来义卖，拢希望会当带头鼓励社会各界捐款，帮助偏向台东弱势家庭。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行政院112年度性别劳动统计，女性投入职场这个比例是逐冬来增加，不过伫咧营造业，男性也是比女性加10%。工地当中是真罕的看到女性的形影，也女性伫咧工地是安怎找到家己的出路？大家台青春咱的梦下暗7点半来去工地看女性劳工因的故事。好，给。安定甲伊做水电的翁婿出入工地，虽然真辛苦，不过为着家庭，伊是食苦当作食补。为深开始倒摕工具的师仔，到即马伊嘛会当举家私蜡笔、牵线，阁有发度一个人去人客遐修理水电。一开始嘛是感觉真辛苦，因为像工地拢安尼，像便所是一个问题，嘿啊，阁有环境，其实拢就歹，啊，不过我吃苦耐劳，无啦，就是我感觉趁钱无讲无辛苦的。2秒。凌晨驶发财啊，伫咧工地来去去，车顶载量的甲四手啊，这个工人便若看到伊来，就会暂时小休喘一下。凌晨做这个工课已经有7年的时间啊，厝内的人都开始是真反对，不过即马伊用胜利的成绩来证明伊家己。侬讲哈，查某囡仔要去工地做工课哦，安尼真正是你确定吗？啊，若拄到有什么代志要安怎呢？所以刚开始其实都没有说到很支持，就是。我跟家人讲说，给我一段时间，我试看卖安尼。所谓的火线啊，就是100%带电。如果你们有看到它的话，它会是写 L。伫台南做水电的珊珊，伊开女性的水电课程，教大家安怎换水道头、换插座。透过基础的课程，互查某人家己动手做看卖，无一定万项都拢爱别人。这个课啊，阮主要是针对查囡仔。所以会较简单啊，那免讲介有力，我感觉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伫工地无分性别，这点女性的劳工同款唔惊晒热，唔惊辛苦，唔受到性别的束缚，坚定打造家己的路，一步一脚印，写出属于因的故事。记者陈雅顺、梁新伟综合报道。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12度至16度，中部地区14度至23度，南部地区19度至27度，东部这边15度至23度。外岛地区12度至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